讲这个起爆的原因无排除甲瓦斯桶有关系。讲这个现场的瓦斯桶有4支，3桶大桶的，1桶小桶的，瓦斯桶拢是定18这间餐厅的。业者讲会持续配合着主管机关来厘清，嘛会提供受影响的民众甲店家必要的协助。火调警员甲铁道大队装备齐全，伫起爆的现场撞出重击，配合的厂商也经过来现场，因为今仔日早起熊熊起爆，附近的住户甲店家业者拢互惊到。非常大声啊，很像东西掉下来，很大一声啊。然后就慢慢就闻到一点味道出来了啊，就有闻到瓦斯味了。附近的店家、认识的店家传讯息跟我们说，希望不会影响，比较不方便就来买。瓦斯为什么漏出来呢？根据现场变片图，精神甲定18两间店烧火，精神的灶卡伫餐厅迄边，定18的灶卡伫咧中央。虽然有加警，也毋过会当小桶。若起爆的原因，无排除甲瓦斯桶有关系。瓦斯桶拢是放伫咧精神迄边的底，也毋过瓦斯桶拢是定18的。若4桶瓦斯加起来76公斤，无超过管制量的80公斤，符合规定。有3大1小的私自当品啊，依法令规定它可以，因为它做营业使用品大概在楼梯间的位置。像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，那初步上已经没有泄漏的问题。规层楼红蹦甲入场场，其中小桶的灶卡也加做调载重点。听讲虽然无公开灶卡，也毋过有公加工线，因为会当小桶，平常时着看第一线的同事敢有照规定操作甲维护。定18也回应，会继续配合主管机关调查，提供受到影响的民众甲店家必要的帮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